藝人莊思敏日前響社交網公布獲獎嘅喜訊，佢透露獲得第5屆泰國太陽國際電影節國際華語電影獎最佳女配角，但係呢個獎原來已經遲到咗成年咯，佢而家先至攞到，佢興奮咁樣解釋：點解係24年嘅獎，但係25年我先到手呢？第一就係因為當其時咧，佢喺24年嘅8月8號咧，哇，一個好好嘅日子咧就頒獎舉行呢個頒獎典禮啦。咁但係我當其時咧就係開緊工噶，所以冇辦法咧飛到去曼谷嗰邊領獎啦。咁所以呢個獎咧後尾就要一路交託去到我個朋友度，咁就喺唔同嘅城市，佢喺開緊工，佢就冇辦法咧攞到俾我啦。咁過咗1年啦，我個製片朋友咧終於有時間咧將呢個獎交到去我嘅手上。咁而我而家先去公布嘅原因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個獎一日未到手咧，好似好唔真實呢件事。Jacqueline 仲坦言真係好感激呢一位製片嘅朋友，因為係對方將佢演出嘅作品剪輯成為片段，報名參加呢一個電影節嘅。而片段包括咗佢喺 PG 戀愛指引入邊飾演嘅啤酒妹嘅角色，以及喺小姐有心入邊飾演金牌經理人。佢仲要特別多謝葉念琛導演，因為呢2套戲都係佢嘅作品。而且 Jacqueline 嘅製片朋友亦都剪輯埋佢演電視劇嘅片段，包括咗《溏心風暴》同埋《幕後玩家》。佢亦都多謝曾經合作過嘅監製同埋導演俾咗佢演出嘅機會。佢亦都透露而家正播放緊嘅劇集《巨塔》之後，原來佢亦都有客串嘅，仲叫大家密切留意添啊！